只要你揀啱咗長期派息、財務穩健、業務穩陣嘅公司股票，每年就好似收租咁，定期有股息餅煙落你嘅 account， 係咪好好啊？今日我同大家分享5隻收息股票，最後一隻係今次名單入邊最高嗰個喎，記得睇到最後。嚟，我哋直接開始。第5名 RSB Bank， 講到收息啊，銀行股啊幾乎走唔甩㗎啦。而 RSB Bank 咧就係銀行入邊比較穩陣、比較核心嘅一類。佢唔係最誇張嗰隻，但升幅夠平均。根據2024年全年嘅收息大約係43 cent 一股 ，ROE 咧亦都去到10% 左右喎。股息率咧大約就去到5至6%，整體嘅盈利水平啊保持一個唔錯嘅區間，長期收息穩穩陣陣，最啱做你嘅退休後嘅第2公積金啊，係實食冇黐牙嗰隻喎。第4名 Sunway Ris， 如果你係一個土生土長嘅吉隆坡人，你就知道 Sunway 集團嘅產業究竟有幾勁。Shopping mall、酒店、office 呢啲租金嘅收入就好似那滔滔江水咁源源不絕，唔使你自己打理物業，唔使你搞維修，公司幫你管理、收租、計數，直接將穩定嘅股息 bank in 落你嘅 account。對於想穩陣收息又唔想日日及住個盤啲人嚟講，哇，簡直係一流啦！ PE 16倍，一年派息4次，股息大約係6%，全年收入係14.48%。你唔使諗太多嘢，你只要明一樣嘢就得啦。有人租就有錢收，哇！諗到都開心。第3名 Petronas Gas， 講到穩陣啊，呢隻真係穩上加穩啊。Petronas 嘅生意咧，大部分咧都係同政府有長期嘅合約噶，收入結構超穩定啊。咁穩陣嘅生意點會輕易咁冧落去㗎？股息大約係4.8%，而且係分4次派喎。全年嘅股息咧大概有72 cent 一股。呢啲咁嘅公司啊，最大個作用唔係幫你賺快錢，而係當個市況唔好嘅時候咧，幫你頂住，係你收息組合入邊嘅最佳防守。第2名係 CMW Berhad， 你睇下路上啲豪華車啊，10架有5架都係佢代理㗎，一啲都唔誇張。CMW 專做燃油豪華車、電動車同埋工業嘅設備，好貼住大馬嘅經濟走㗎。新能源熱潮越嚟越旺 ，EV 嘅業務就一路發力增長。經濟一旺，建築、汽車、消費一齊起飛，佢嘅生意同業績自然咧就跟住嚟㗎啦。業績穩定之餘，仲會陸續穩定派息俾啲股東。CMW 嘅市值大約係150億馬幣 ，PE 係大概8倍，股息率咧大約係6%，全年派息係14 cent，通常一年咧就派2次股息。佢唔係高增長型嘅股票，佢係屬於相對穩陣、估值唔算貴嘅股票。你將佢擺入你嘅組合，其實就做緊一樣嘢，拉高股息之餘，唔會變成細價股。正所謂淡定有錢剩，先至係投資最高嘅境界啊！嚟到最後一隻，亦都係今次名單入邊，我特別想大家留意嘅一隻股票 Allianz Malaysia。佢係本地非常有代表性嘅保險公司，品牌夠強，業務同基礎亦都非常穩健。但係最關鍵唔係呢樣嘢。係佢嘅股息 ，ROE 去到15%，一年派2次息，股息大約係7%。因為如果你純粹由收息嘅角度去睇，呢隻真係最直接、最有吸引力嘅一隻，甚至乎可以幫你製造多一隻穩定嘅公積金來源。今次分享5隻股票，大家千祈唔好誤會，聽完就即刻入場買股票啊！因為買任何一隻股票都需要配合條件、時機同埋資金嘅分配先至可以入場啊！千祈唔好一時衝動就衝咗入去，就算呢間公司嘅基本面有幾好啊，前景有幾靚，timing唔啱，資金分配唔夠合理，往往都會令到陷入蝕錢嘅陷阱。唔追高，唔衝動，唔滿倉，按週期分步入場，先至可以保住你個本金㗎，再慢慢收息增值，先至可以安安穩穩靠投資過舒適嘅退休生活。如果你鍾意我分享，就俾個 like 我啦，訂閱我個頻道，仲要撳埋鐘仔喎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